如梁恩齊。今日我哋會為大家演唱2首歌。第一首歌就係由香港作曲家陳啟陽博士創作嘅歌，作曲家就運用咗聖經嘅經文，再配上優美嘅旋律，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啊！因為廣東話係一個有聲調嘅語言，仲要有9個聲調，所以又要啱音，又要唱得好聽，真係有啲難度啊！另外呢首歌係喺2015年嘅時候創作嘅，佢亦都係香港兒童合唱團50週年合唱創作作品入選之一。除此之外，每次當我哋練呢首歌嘅時候，我哋嘅指揮都會成日提醒我哋邊一個聲部係主旋律，邊一個聲部係和音，因為要演出成功，就必須要聲部之間互相配合。最後，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首歌頭2句嘅歌詞：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希望大家聽完呢首歌，無論喺學業、友誼或者前途方面，就算遇到任何問題同埋挑戰，都可以憑住信心輕鬆面對，倚靠上帝。子慧，不如而家將時間交俾你去介紹第2首歌啦。唔該晒。